伟大公司的海外总部要经伫北树科的 T17甲18，即马有地上悬的成功人寿，甲台北市政府是要来合意解约。也毋过成功人寿煞讲，这片土地呢必须爱限定予辉达来使用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伊是表示讲，若准辉达公司伫几档后未过再使用，安尼也搁爱甲土地兴予成功人寿，台北市政府是袂当接受的。 各党的台北市议员伫北树科集合做会视察 T17甲 T18用地，关心各项作业的规划甲处理情形，要互辉达海外总部进驻的相关流程速度会当加紧。市政府也在跟台电沟通，是不是在旁边这一块我们要加设一个变电所，来做一个变电的一个配电的工作哈，所以呢，现在目前正在跟台电谈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后续很多事情要做。我们表定有哪些要在现场，有哪些要清楚要点交的部分，那是不是有跟辉达先确认过？好，譬如说像这个废土坑。 整地工作正伫咧进行，验过关键的地上权问题。原本伫顶礼拜五，台北市政府要甲成功人寿完成合意解约，怎么解约搁在卡关？因为新秀提议，这片用地将要限定予辉达使用。若是过几年辉达要解约唔爱搁用，土地将要限予新秀使用。不过若是议员无认同，市府也无接受。他们提的这个意见在我们的协议书，那我们不可能这个土地。 往后的状况说，这个当然现在会打。那往后，如果假设会打用了几年以后，那这个合约还必须要再把土地还给他，这个在市政府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，辉达不动产的副总裁，这礼拜将会来拜访市长蒋万安，也会带投资意向书过予新秀。新秀若同意，伫咧董事会开选了，就当签解约的合约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